韩国演习看煞，咱来看万安47号演习，今仔日伫咧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7县市演练，是演练这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民众拢遵照指示入去防空避难设施。那台中市是搁在无机战场急救，战后消防拍火，也搁建筑物的安全评估。 警部发布记录完全无人。万安47号演习，日下晡1点半伫中部举行。台中市动员3000个警力，疏散避难甲管制人甲车，包括台中火车站等交通要道，也拢要求旅客配合避难。跪姿，共身体必须微抖。 民众到公所地下室避难，无意准备接受飞弹带来的冲击波，用拍落来喙开开，遮目睭甲耳仔，互胸部离涂骹的避难姿势。这是国防部头一届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国家级警报信息。台中市政府伫台里举办疏散避难演练，无机战场急救、战后消防灭火甲建筑安全评估。市道的陆军司令是讲，导弹飞弹已经时间短，防空警报发生了后，民众是毋是会当快速避难是关键。不仅仅只有战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导弹、飞弹的攻击更是对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预警时间短，非常的迅速。所以当接获这些警报发放的时候，大家要能够迅速的寻找避难处所。 以台中市的这样的防灾量能呢，可以安置超过我们台中市285万市民2.2倍以上的安置人数因为呢，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中彰投呢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所以我们安置的设定范围不只是我们台中自己的市民家人。台中市政府另外无记伫台里高中开设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提供短期的大数医疗甲协巡服务，而且因为台中彰化南投共同生活圈全市辖区内 所有的避难点，会当安置中部差不多600万人。万安演习是为中部、苗栗、台中、嘉义等7县市开始，连续4天，为疏散避难到民防的演练，好天爱积，互来娘做十足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